嗱，咁你哋而家考緊中文啊？咁呢個其中一條呢，我喺個 reminder 嗰度叫大家做嘅數啦，喺至少計數機計下列嘅62版嗰度係啦，即係紫色嗰本啊，係啦，月報啊，紫色嗰本。咁而家就問呢，如果要咁樣係啦，11個位嘅話，我哋要點樣可以做到密碼方法數目？因為密碼呢就係排列嚟嘅 default 咗，OK。咁啊8個數字，3個英文字母啦，咁所以呢 A part 只能夠答11 factorial，咁即係話呢係要答呢一個3991680，只能夠答呢個答案。而且呢11個數字入面呢，或者叫11個物件入面係冇重複嘅，1、2、3、4到8啦，A、B、C 啦，呢啲全部都係唔同嘅，咁所以你可以任意用11 factorial 去做。跟住呢頭4個位一定要係數字啦，然之後仲要係 descending order 啦，由大至細啦。跟住仲唔可以再俾英文字咧係雙輪，咁有幾多個可能性咧？咁樣好啦，咁啊首先個分母咧係冇嘅今次，因為咧我哋今次係一個 numbers of possible passwords，所以呢個 B 嘅時候咧，你係需要處理翻呢個頭4個位可以係邊4個數字，咁要做翻一個8C4先，4個數字啊嘛，係啦，first 4 digits 係數字啊嘛，咁然之後啦，由於佢 descending order。係啦，咁啊 descending order 嘅話咧，咁即係變相你係唔可以再排啦。你俾4 factorial 佢嘅話，佢就會有得撈亂大細去排。所以咧呢度教大家招乘一。你乘一俾佢嘅話，佢就冇得再排㗎啦。因為8C4咧，其實呢個咪有好多選擇嘅，70個選擇嘅，係啦。咁呢70選擇咧，代表揀咗4個數字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如果要跟排法，就要跟4 factorial。但如果呢個跟由大至細去排呢，其實你4個數字嚟講，任何4個唔同嘅，咁由大至細呢，就得一個方法數目嘅啫。譬如舉個例子，你揀到1、2、3、4啦，1、2、3、4入面呢，如果要由大至細排，只可以係4、3、2、1咁樣去，所以乘一呢已經足夠㗎啦。咁然之後你仲有4個數字，嗱呢4個數字唔需要再揀㗎啦，你寫4C4都得，但係想大家理解嘅就係。8個入面揀咗4個排最前呢，就有4個你未揀嘅，佢要排喺唔係最前。咁所以呢，剩低嗰4個就一定要同呢3英文字母玩啦。咁就係1、2、3、4個數字啦。然之後呢，就有1、2、3、4、5個空位。嗱，因為今次嘅要求就係頭4個位呢，一定係數字。冇要求到第5個位唔可以係數字嚟㗎，亦都冇要求過第5個位咧，唔可以英文字母，咁所以留翻個流動性俾後面。咁我就做翻一個簡單嘅，係啦，4個數字排法4 factorial 啦。咁然之後4個數字入面咧就有5個空位，5個空位咧揀多3個位俾 A、B、C 去入手，係啦，5個空位揀3個空位咧俾 A、B、C，然之後 A、B、C 因為係唔同英文字母啊。所以做個3 factorial 俾佢，咁就完成咗成個排法㗎啦。咁就8C4啦，4 factorial 係後面嗰4個數字，唔係前面嗰4個。5C3 5個空位呢部3個空位，最後 A、B、C 嘅相互溝亂排隊。咁所以如果要問 probability 咧，就呢個除翻份冇 A part 係啦。咁如果問 numbers of possible passwords 咧，就咁100088咧已經足夠啦，就係咁解啦。